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诗篇55篇16甲23节，诗篇55篇16甲23节。我咧，我要求救上帝，上主会救我。下午早起中昼，我哀伤吐气，伊拢会听我的声。虽然反对我的人真多，伊会救赎我的性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互我平安倒转来。对古早永远存在的上帝会听见，嘛会甲因报应，因为因毋改变，无要敬畏上帝。因伸手攻击家己的同伴，违背甲因立的约。因的喙亲像油骨溜溜，因的心畅万分，因的话比油较柔软。其实是飞出来的刀，就将你的胆下互上主，伊会扶持你，绝对袂互异人失败。杀死人的甲奸诈的人袂活到中年。上帝啊，你会互因陷落伫死亡的深坑。若是我要靠你。以上，这是咱请本堂社区牧师刘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信心之歌。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读的经文上要讲，若是我要安那？我靠主，阿妹。若是我要我靠主，啊，我若徛在，我敢需要我靠主？敢爱？啊，我真侪钱呢。啊，敢爱我靠主？哎哟，啊，我真勇敢呢，我啥物拢有，敢爱我靠主？所以有人毋免我靠主的无？举手。啊，即摆当出去，因为咱等下要讲我靠主的代志吼。兄弟姊妹，咱要来今仔日军队大笔，咱一开始咱就有来讲到大笔咯吼。这首诗歌就是伊伫足大的压力中间所写的诗歌。伊是啥物情形？压力足大的呢？就是讲吼，已经做王啊哦。毋是迄个咱当边读的哦，伫迄个即个沙漠记上吼咱的主足奇妙的啦吼，明明就搁一个皇帝的啦吼，就敢若咱即马搁有总统伫咱即马就要选下一任的总统对无吼？这是咱是民选的还好哦，总是伫迄个时阵吼，即个所罗王搁伫遐的时阵，咱的主就感觉讲，即个所罗王后边我无要搁互伊做王啊哦，伊就竞选一个，结果竞选即个大笔王的时阵，伊搁真少年呐，有两个王，一个后边要接续他的，哇，这不得了哈！一个厨房不能容许两个这个女人，对不对哈？一个国家会当容许两个王袂，都无法度啦哈！咱看哦，一路去哦。主来竞选了后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、做王的生活吗？以后竞选了后，一个做一个战争，大家拢足有名的哦。和这小大卫跟什么大汉人歌利亚，伊甲用5粒石头就甲淹倒啊哈！哇，这是真欢喜的代志。伊甲这大汉人淹倒吼，伊是毋是拢无准备哦？神机骑士毋是哦，伊普通时就咧射飞镖，咱敢知？普通时伊就是咧练什么自我的功能哦。所以伊其实是拢无即个停止学习，伊拢无停止锻炼伊家己的力量哦。等伊甲即个大汉人淹倒了后，咱发现。哇，有一首歌就唱出来哦！这首歌叫做啥物？所罗王太师大笔安那？这首歌唱了后，所罗王开始安那？万道啦吼！所以请兄弟姊妹，请唔通伫嘉隆教会唱这首歌哈！唔好害我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人啊！所以对迄阵开始，伊还未上位的时阵，就一直互所罗王追杀，甲咱看撒母耳上悬的时阵，结束了，伊还未做王呢。哇，这个做王的路真正坎坷啊！吼，虽然主该竞选哦，兄弟姊妹，主嘛竞选你甲我，成做伊的囝儿。咱毋好想讲，我真做上帝的囝儿了后，哇，一飞升天呐！
拢免拍拼啦，明仔载就好过啊，明仔载就乐透啦。兄弟姊妹，互你中乐透，你嘛够压哦。等下咱来讲，你的生活，你会感觉压力足大。所以咱今仔日根本是伫撒母耳下卷哦。第15章以后的这个情形，就是已经做王啊，而且伊做王了后伤闲，到下晡才醒起来吼。你外口看到美女啊呐，性骚事件那这样迄落吼，就刚看第一眼犯罪无？第一眼魔啊，不小心看到的，你知道吼？啊，那第二眼就安那，系啊，养眼呐，佮养心、养欲望。啊，就开始想要做歹，对，人迄个妇人人已经是有翁婿，伊共带来吼，啊，结果搁要甲人翁婿害死，真正害死。所以伊得罪了上帝了后，伊的家庭拢歹去，啊，伊的囝押撒龙马安娜起来反抗，啊，搁伊另外一个囝嘛是哇乱七八糟啦，这个乱伦的代志足济。以至于伊得罪上帝了，伊悔改，上帝骂，下面伊总是已经做的决定，伊爱为着后壁来好好来做真济的拍拼。今仔经文就伫个当伊咧拍拼的时阵，伊的囝押撒龙安那反抗要篡位，啊，伊若一个人，伊还阁我都拄长，啊，阁一个人是安那，伊原来伊的参谋啊，亚佛多就。伊安那来甲伊做歹哈，甲伊的囝斗阵来一个篡位哈。今仔日根本就伫个亲人被虐，伊的好朋友甲伊斗阵拍拼的，甲伊斗阵敬拜的人安那嘛斗阵甲伊背叛。所以今仔日经文，咱就看到伊高压哦吼。兄弟姊妹，咱听到这，咱有伊的高压，咱有伊的艰苦心无？可能甲伊拄着无共款代志，但是咱今仔咱嘛足艰苦心，所以咱若艰苦心，就是哇，生活足济，互咱的伤脑筋呢，就是生活的负载，伫分子遐，哦，你愈来愈大，但是你若功能若足少，自我功能敢若一，但是你本来是一，生活负载一，压力还好，但是你若是即马愈来愈顶头的分子愈来愈大，但是你的去应付的、去调整的功能拢无增加，安尼你头前你的这个压力就变2、3、5、6、7，而你家己调整的功能你也无够，你就共款压力变成足大。啥物好做？压力足大，互你的劳心、这个体力，啊，搁互你真烦恼的呢？伫世界的这个调查中间，就是亲人过往。互咱带来是上大的即个危机，啊，搁有增加一厝的变故，也是破病，这拢带来真大的一个威胁。所以咱若是拄着这个大代志的时阵，且所谓的危机，咱若下骹拄只迄分母，若无变大，若无即调整功能大，你若是无即个人甲你斗相共，特别无主甲你斗相共，安尼你就压力你就安那，你就互这压力给压倒，你就倒去，因为你的压力太大了哈。所以伫个这个统计中间有15项哦吼，中间11、12、13竟然是结婚，咱才有拄好结婚的，要生囝的吼。搁有一项是啥物？嘛压力很大，就是拄仔咱讲的中乐透啊。所以中乐透压力也很大。兄弟姐妹，所以唔好中乐透哈，唔免去买啦吼，无你若万一中着吼，你就麻烦啦。你若讲中着，讲关互教会吼，迄是就无压力安尼，好无吼？所以兄弟姐妹，咱来看即个压力吼，互咱真正是心真急啊！咱若无炸手机，咱就心足急啊，对无？何况讲胖去，所以伫个即个压力中间，随着时代无共款，这压力的来源嘛无共哦吼，总是不管安怎讲，全世界共同的公约数就是即几项上大的压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是咱的组员内面，还是教会内面，还是厝的人，拄则有即几项，咱就知伊需要有人斗相共，分母的是他自我的能力，
伊的自我能力无够时阵，咱就是带到教会面前，带到上帝面前。咱若对上帝有信心，伊的分母就会变大。安尼伊会当拄当这个高压的情形，就是讲分母下骹自我功能，自我功能上重要的是你甲主是你家。你若是会当关心你这个小组员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厝里的人。代表你的这分母变大，而且这分母老主，你对主有信心，你这个分母变大是乘数哦。你如果本来只有1，上帝的加注给你，好你亏来，你也变成乘2、乘3、乘5、乘6。纵使你分子呢，如果生活的负债的压力源，你顶多是加而已，加1个、加2个、加3个，所以兄弟姊妹。你互一个人信主重要无？介重要啦！兄弟姊妹，有无说一直甲咱讲，咱教会是双福，对吧？什么叫做双福？双福音，阿门。福音是分子还分母？分母。咱有一个人需要斗3工，咱伊知影伊破产，也是伊知影有急难时阵伊需要，咱有急难救助，结果是分子，咱会当。2万块，甲斗3工，咱会使有人去甲斗搬厝，这是分子尔。你的囝儿是说讲妈妈，我欠钱啦，你要互伊无？我负债累累，你要互伊无？买人举手，我要摕来，我唔好互伊来关好教会，因为咱甲囡仔斗3工，爱看什么原因？伊即个你若感觉讲伊分子压力足大的，伊特别破产，伊需要你金钱资助，兄弟姊妹，你能够帮他的也是已经要头遮大，你能帮他的多少？头壳变较细点尔啦。总是伊免几年阁安尼啊，对无？咱听足侪故事，8点档拢安尼演的，敢毋是？同样的错还会犯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分子你互伊变小。有朋友有小组的人来到你面前，伊负债累累，也是伊足侪困难。咱祈祷上帝，伊经历了神迹奇事，病得到医好，啊，过来就无过来教会啊。请问伊这头会阁变大未？一定的啦，因为咱压力是随时的，所以咱若是干那互人福利，这个分子本来读较大，啊，即马该减少，啊，歹势，伊共款啊，阁会倒，对无？总是咱若是互伊分母，伊的能力抗压性大，啥物安怎会当抗压？有人甲咱背我们的啊，有人甲咱斗阵啊，这个人像专能的主啊，伫实力界顶为咱陪咱的重担的啊，所以咱这个能力就大，抗压性就大了，咱的分母这个盘就大，对无？咱古早讲，若娶新妇爱娶安那？啊对啊，安尼知无？吼，爱带安尼，唔知会风雨来安那，袂倒嘛，对吧？吼，伊上面压力再怎么大，都是稳稳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伫台北，伊就是拄着人生中间分子，哇，较紧啦，囝嘛陪一个囝，2个囝，啊，阁有上好的朋友背叛他，读较足大，总是咱看到伊的视频，今仔江南之声嘛有讲到。伊这个地盘啊呐，伊对主的信口，虽然伊得罪上帝，伊紧认罪，伊这个地盘越来越大，所以伊唔惊大风，伊知影安那，互伊人生有一首歌，叫做信心的歌。今仔咱要搁开来明白咱信靠的主，以及上帝所拯救这个主，咱的这个人，上帝拯救咱这个人，那是咱特别祈祷。针对事情尔，主啊，我有愿望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上帝有能力，甲你拢解决。拄则讲的，有法度分子拢甲你变无。问题是，过2工、3工、3年，你这个读较够精啊，没有用。什么是有用的？只有神拯救你，好，你的这个能力，主与你同在，主与你同行，你才什么都行，阿们吗？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咱因为罪，所以咱的分子，
咱的压力一定不断的来，没有经过允许，它也会来啦。人嘛会害你啦，就人就是安尼啊，一样米饲，一种罪害死百样人。对无，兄弟姊妹，所以伫咧经文中间，咱今无读到，总是伫咧55章的头前哦，咱会使长期再搁看，咱的代笔伊拄着啥物，互伊安尼真严啦，哦，足严的，咱来等来读来请，拢是因为对着风化，歹人压制，因将罪过贴起来，责我，伫因发受气中分别我。来，敢若我讲是哈，来查一下，台语老师、中医长老哈，好，这我爱过来学哈，兄弟姊妹，对着安那来传达伊，互伊感觉特别强要死啊！今仔经文就是讲，我强要死啊啦！兄弟姊妹，你捌讲我强要死啊无？快死了啦，气死啦，对无？虽然有牧师讲袂使一直讲死对，总是牧师老牧师要甲你讲，有一天咱一定会死啦。阿免吗？好佳哉有人讲阿免，你无讲阿免，嘛是会到，袂讲袂死啊，嘛是会死。所以咱来面对这项代志。今仔代表伊就是气甲要死啦。咱来读伊的心情，请。我的心表达痛苦，死亡会惊吓临到我，惊吓遥遥带包围我，恐怖探目我。你捌安尼经验无？恐怖甲恐怖，足恐怖，强要死啊！今仔日代表伊就是拄着安尼，是安那？除了伊家己的囝真背逆。真正真歹教，毋是干那即个因兄弟姊妹中间的乱伦的代志，开始兄弟之外以外，伊要搁甲因老爸代笔即个位想要篡位，所以心内真艰苦了。伊家己的同伴甲伊斗阵的同伴，伊的所谓的谋士参谋麻烦背叛他。所以咱来读这个经文，互咱知影，代表伊心偌尼啊痛，偌尼啊艰苦心来请，无拍算是你，甲我共身份的人，是我的同伴，我知己的朋友，我知己的朋友要来害我。兄弟姊妹，牧师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真正真辛苦。伊上好的朋友叫伊去招待伊去佚佗，足好的朋友，做生意的朋友，招待伊去佚佗，结果伊去佚佗的时阵，请伊家关一个卡网，去到迄个海关，迄个卡网内面有问题，啥物问题？内面是毒品，去用关喺遐，甲真猛，搁关伫遐。兄弟姊妹，上好的朋友呢？这敢好朋友啊？歹朋友？啊？歹朋友啦！问题是你甲伊足好的时候，你敢知伊歹朋友？伊有写喺面咧讲歹，我是歹人无？安尼的人普通时吼，拢笑面，亲像应验牧师，但我毋是歹人哦吼。但是歹人意思就是讲，袂甲你讲我是歹人嘛。同款代表伊都拄着安尼，所以伊毋是干那上亲的处理的人。伤害伊，咱上亲的亲人会伤害咱袂？会袂？讲会，毋是讲伊家己哦，毋是啊，伊是讲伊看到的。什么时阵上会？兄弟姊妹分财产的时阵，牧师处理足济。分财产的时阵就安那乌亮啊，对无？兄弟姊妹，咱若是一个长辈。应验牧师就是有一个长辈讲，恁要乌亮吼，好，恁拢甲我放弃继承，我就无要互你，无要互你，结果是一人一个定额尔，我拢无要互你。兄弟姊妹，当咱若是将咱的目标放伫倒，
咱的囝日是说，你若要互伊钱，互伊足侪钱的，咱拄有讲啦，中乐透是毋是压力？是分子压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足侪财产的，你若讲毋知影排解，讲囝日是说要冤家娘济吼，请你甲即个压力毋好互你的囝哈，爱互啥人？阿门哈，真的啦，真的，真的真的。无需要讲，拄则迄个咧，等一下讲伊的结果。几年了后，几年了后，所以迄阵啊，拢无冤家娘济，拢无啦。就放弃继承，几啊年哦，已经几十年啊，放弃继承，因为无爱上亲的人安那，上亲的人彼此伤害，特别去看到人嘴安那足不溜溜的啦，讲甜的啊，讲哦，结果心内安那，心内安尼，咱来读这一些形容了足好，你知无？来，请因的嘴亲像油绿绿的。心，因的话比油较柔软，其实是背出来的刀。哇，这个笑里藏刀哈，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一样的罪。人只要有罪性，咱就会烦恼伫迄个罪恶的深坑内面。总是咱的主有一样的疼。就是拯救的疼，要临到伫咱中间，无条件的疼，要来帮助咱，要听咱的祈祷。拄则我讲的迄个咧，伫迄个世代，因拢放弃继承，总是伫伊的后代第三代啊，等于孙啊，会阁孙啊辈啊，吼。最近拄着一个人生足大的恶担当的代志，需要一笔钱。总是毋知要安怎。有一天，电话响起来，喂，某某某，你吼迄个摕迄个存折甲印章来，什么代志？到你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啦。安尼什么公啊？我已经毋知影什么公啊吼。祖公祖公一块地，足济。迄个已经你有放弃继承啊？哪会安尼？兄弟姊妹，中迄个有一类的人，囝儿，伊有继承一个土地，中间伊摕出来分。哪有即个代志？这毋是新约基础，这3回哈，拢已经放弃啊！早已经放弃，阁有通分着钱，而且分着钱是算百万以上，安尼是小可真大代志。哎哟，咱有100万想要爱的，请举手，拢无吼，袂应验哦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的主听人的祈祷，拄啊好，摕来安那，摕来应用，互这个压力虽然因为这个钱，互伊分子会当变小，总是伊嘛，搁一遍来经验啥物？哇，这位上帝真奇妙。已经跨世代啊，永远会当收到这个应允，因为这个人伊早暗拢咧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咱有安尼祈祷无？咱来看代笔安怎祈祷，来，请我要求上主为救我，因早是中道，我爱上土气。伊拢要听我的声，虽然反对我的人真多，伊会救赎我的性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互我平安倒转来。感谢主，安尼就对啊啦，书类吼上高对啊吼。感谢主吼，伊听咱的祈祷，不管咱是讲对啊，讲毋对啦，咱讲对讲毋对拢无要紧的。咱为人祈祷，名讲毋对有要紧无？无要紧，地址讲毋对有要紧无？无要紧，兄弟姊妹，咱若祈祷拢伫分子事情，咱干那祈祷代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甲点就代表拢总。咱的主敢毋知？知，咱谁人爱阁摕出来代祷？就是咱透过人甲人中间。咱会当合一来祈祷，咱会当领受上帝心意，彼此来帮助，这是咱的代志。但是咱的主透过祈祷，毋是要看咱的代志，因为伊哪有迄个无法度成就的。
有法度啦！伊若要消去就消去，敢若应该无叔讲的拄只，几若代啊，佫收着财产，佫放弃啊，佫会当收着。咱的主是，咱若有咱的主这个盘，徛好在，毋惊安那，毋惊做风台。是安那，这个话是会应验，因为对太古，咱的主已经掌管了。咱三个来读，请。对古早永远存在的上帝会听见，嘛会互因报应，因为伊无改变，无要敬畏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主是通信的，伊绝对无互义人失败。咱继续来读，请。就将你的担下互上主，伊会扶持你，绝对袂互义人失败。阿免，请问义人是？代表伊家己讲袂互义人，啊，伊就是义人。请问咱是毋是义人？阿免是。恁咱哪会遮好胆讲咱是义人？义人是啥物人？阿免，因信称义，算你无罪。咱知哦，今仔咱读的代笔哦，伊讲即个诗篇，即个祈祷了，伊有搁犯罪无？有喏。当礼拜咱读的诗篇是啥物？伊上尾去算啥物？数点人数啊，伊尾啊嘛是搁犯罪，所以我真爱代笔是安那，因为伊拢会犯罪，甲我共款啊。伊无讲是神人，无，伊甲我共款，拢会犯罪，而且伊甲我共款，无迄个无拍拼，就会当得到神迹奇事。喂，中乐透没有？代笔一路一生真艰苦哦，对无？一生拢是爱靠气力，爱靠智慧来拍拼的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代笔拢安尼会当来学了咱的主，咱的主上尾搁改盖章，伊是一个安那的人，合神心意的。所以咱有盼望哦。所以主绝对袂互义人失败。咱要因信称义，咱嘛真做义人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应验无需要劝告大家，唔通干那停留着义人，咱爱真做德行的。咱若看启示录，咱若对终末启示录，咱来看就知。伫个终末，耶稣搁较来要来的时阵，再一次来的时候，他要数点谁跟他在得胜的基督徒，要得胜哦，兄弟姊妹。咱若是因信称义是60分呢，60分而已。我们要61、62、63、64，跟大卫一样，我们虽然还会犯罪，但是神有恩典，上帝有恩典，互咱靠着主安当得胜，搁有存。上帝耶稣过来的时阵，咱才会伫迄个所在。咱正甲主斗阵来得胜，咱要一心一心，咱的心专心，咱要来信靠主。咱斗阵来读，请。害死人的甲奸诈的人，袂活到中年。上帝啊，你为福音含落伫死亡的深坑。若是我要我靠你。哇，这句话真赞啊！2/3、4/5读了我拢感觉很爽啊。因为咱若心内真气的时阵，足想要安那。这个话语想要讲出来，但是游牧师有交代，咱的主交代，耶稣有吩咐我交代，有吩咐，袂使安那，爱祝福咱的敌人对无？爱祝福咱的敌人吼，袂使讲这个吼，总是毋是我讲的哦，我是读代笔讲的哦，吼，甲我无关系哦，总是我读了我的心啊开阔，我只要读上尾一句。若是我，咱搁一遍来。若是我要活靠你，搁一遍哦来。若是我要活靠你，因为咱不管拄着什么代志，苦难的代志，人生有真济，咱无法度解说。杨牧谷牧师，伊就是一位真谦卑的牧者，总是伊人生苦难不断啊。所以有人就问伊啊，讲哦，你是安那？你是得罪上帝吼？啊，无你哪是安那苦难一个搁一个？啊，你是祈祷拢无虔诚吼？啊，无你是安那苦难不断呐？啊，无你解释互我听看卖。杨牧谷牧师讲，信用毋是摕来解释人生的，是来承载
互咱的人生拄啊牧师讲的，敢若一条船，咱即个船若是即个稳，大风大雨来，咱摇摇的尔。咱即个盘若稳，就是搁较济会靠咱主甲咱斗阵来承载。兄弟姊妹，代表有真济人生，咱毋知为什么，真正的。咱就今仔日家人之声，咱若有听，还是还袂听，下晡较紧转去听。咱也当把我们的为什么带进祷告中，但是请我们不要质问上帝。上面有这质问上帝，你捌听过安尼人甲你问哦？为什么哈？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椅子搬好？你们为什么每次做完礼拜，人拍拍屁股就走了？请问这个是在问疑问还是在质问？所以请大家等一下有气来咧吼，做礼拜煞的时阵哈。帮忙把椅啊摕去边啊，爱收起来哦，哈！唔好跟牧师讲啊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来啊？这个就是什么？质问。质问就是我其实是不信任你们的，其实我是责备你的。所以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咱若甲主咧祈祷的中间，咱会当真谦卑讲，主啊，我袂明白啦。虽然人牧师拢来讲，唔是摕来解说，总是主啊，哪通你会当互我知影什么原因咧？但是，请唔通甲主讲疑问，哈，疑问就是怎么悖逆。咱今日家人一声，咱有听哦。所以，咱解说就是讲一个意义，互咱生命中过去所经过的，咱有一个敏锐，讲啊，发生这个代志。主啊，你也互我解说讲啊，我的人生有一个意义了后，我用这个意义来跑走我头前的路，互我未来可能会佫拄到一寡代志，总是我会当安那。有困难，人总是会有安那有困境嘛。因为不如意的事情就是十之八九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困难？有，一定会有困难。总是在困难中间，咱看到这困境是镜子还是窗口，还是窗户，还是窗？困境让我们更认识自己，更认识上帝。但是这个困境是镜子还是窗口？阴阳牧师有一个朋友。因为先生有老三，不是小三哈。虽然那个年纪不小了啦，但是就是小三。因去法院了后，坐捷运要登去树林的路，伊是有够气的，因为伊甲伊的先生甲所有的财产拢互一个老三小三，有够气，因为年纪真的不小了哈。但是人家他有生一个孩子。他真的很气，这捷运但是伊拄啊好接触到福音，伊还袂信主哦，但是伊要祈祷，我带伊祈祷，伊的查某囝讲，牧师谢谢你，这个带领他祷告，他现在晚上都能睡这样。好，感谢主。伫这打官司的中间，伊坐捷运，伊看到迄讲牧师讲爱祝福伊的敌人啦吼，唔知要安怎祝福啊？伊看到迄个。台北火车站了后，要去中山站，然后咱看到迄个隧道对无？在地下对无？伊讲好，我要饶恕祝福我的这个敌人。一看咱知影捷运迄是窗仔门对无？哈外口乌对无？因为是隧道嘛。一抬头看，迄个老三竟然出现在这个窗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把它当窗口，当作镜子，因为他就站在那旁边。听得懂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女性最知道了。我们看到窗户不会看外面了，第一个一定先看 NG。所以，请问是窗户还是镜子？他看到了，够劲的，讲要改。不是我讲的，他没有，他安静下来，他回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吗？伊的先生过往了，本来这财产拢互这个老三。因先生过往了后，在打官司，明天要宣告的时候，要在开庭。那一天早上，他女儿打电话说：“妈妈，你免去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老三过世，暴毙。”有人笑到足大声，不是我哦，这是事实。兄弟姊妹，
音乐牧师要说，当我们困境的时候，真正就赢了啦。他生了小孩都长大，但是另外一个是很小，就赢的困境好咱虽然伊也未洗礼哦，伊也未洗礼，但是我要讲，他后来洗礼了。他后来洗礼也成为这个传福音的人。你看到他，你会说他就是笑笑的，他就是很温柔，然后他很温柔跟你讲这件事，不会像有人刚刚很大声的笑的，没有。然后你记得困境是咱的镜子，如果是镜子，你只会看到你自己，你会把问题放大；但如果是窗口，你会看到，等一下到了中山站、双连站，到了这个那个叫做什么民权西路站、圆山，你就会看到什么？哇，很漂亮，就是有光明，就是光就在前面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刚刚有讲手机如果坏掉会怎样？俩公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上个礼拜天，世谦牧师一大早来那边祷告说我的手机不能用了。我说主啊，我的手机可千万不能用哦，千万不能。兄弟姐妹，你哪爱来祈祷的啊？你们懂我？那天晚上就这样，然后我就赶快给牧者说，牧师，我的手机也自己不动，连动都不会动，只这个画面呐，怎么摸都不行这样子。我说，是不是我们牧者机温哈？不是那个机哦，是手机的机哦。24小时之内，2个牧师3个，2个都这样子啊哈。我就等着看有牧师有没有跟我们很好，很坏啊。隔一天礼拜一，我问了然后就帮我诊断。他说，你先不用送来，我要去买那个萤幕，因为你的是萤幕坏掉，因为他摸都不能摸嘛。他说那你那个电这个不要给他没有了就怕坏掉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电会坏掉，对不对？我就一个插，结果我礼拜一下午我去整齐的时候，我讲拍摄，我无跟你讲我晚3分钟，因为我手机坏掉这样子哈。那个整齐师傅讲。手机坏掉，来，我来帮你整机，整机。我讲你这厉害哈，不是干来整机，过整机哦。我讲无，我无咧我的手啊，我已经要调互修理。讲萤幕3000块，讲免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拢免钱。我跟你讲，你互伊放无电就好啊。我讲真的假？无电会死呢？就让他死就死吧。这个在哪里听过这句话哈？以斯帖对不对？死就死吧。兄弟姐妹，我真正等个礼拜2中午，那个红色无去，就无电了，无去了，较紧的重新启动，怎么样？哈利路亚！所以兄弟姐妹，如果没有死的彻底的死，怎么复活？所以唔通要死，敢若唔要死。没啦，台语我不要讲，要死哪？要死到咱唔通，佮不要讲啊！要死唔死迄型的，一个决定嘛，好不好？就像我刚刚讲，一个决定啊，恁家拢卖给他摕财产，全部给我放弃。谁知道半世纪以后发生什么事？谁知道原来我们要全心来依靠神。原来在这个困境中，咱有信心，让咱这个底盘变大。再多的压力都只是加，但我们底盘变大是乘。你要乘几倍数，好不好？我们用祷告到神的面前，信心活出我们人生的乐章。我们要跟神同死，才能够同复活。不要想那些怎么办呢？我如果信主，我以后怎么办呢？兄弟姐妹，这个真的不要想，因为神已经帮你想全套的。我们想的是1、2套而已，神给我们想的是全套的，那个办法在神。我们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很有盼望的歌。耶稣真正死过我，咱要来学乐主。感谢耶稣，主多谢。
啊，主，我们感谢阿乐你的救恩，你伫十字架顶所成就的，互阮甲你同死，要搁同搁活。主，阮我靠你，主就对啊。主啊，我靠你，阮就要搁活。主，你听见阮的祈祷，阮随时的祈祷。主啊，你要应验，你要应验，按照主你的心意，按照你的时间，按照你的方式，甲结果。主，阮愿阮一切重担放落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要倚靠你，专心倚靠你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